来看台中的大理，今仔透早有2户联动的透天厝火烧，虽然火半点钟就拍花，也毋过迄当时厝内有6个人，其中住伫2楼的3个人是逃出去了，也毋过住伫3楼的妈妈甲2个查某囝却逃无出去，不幸过往。警消今仔早起嘛进行监视，导火原因爱个厘清。 大火烧甲真美，消防队员赶紧报水线来灌救。台中市大理区中兴路一位民体，15号半暝0点左右发生火警，现场是2户联动的透天，开始火窜出来的。哦，所以你们是有看到有火出来这样？对，然后也是，然后就马上打119。 火势仅仅伫咧30分钟左右拍花，不过3楼发现一位大人甲2名儿童的遗体。警消表示，2户拢是共一位厝主，火灾当时伊无咧厝的，住伫咧2楼的厝主阿公、阿姐、阿姑拢家己逃出来。死者是厝主26岁的女朋友，也有伊甲前夫所生的5岁、7岁的查某囝。母女3个人是未赴逃生。立即布线以及路线的搜索抢救。那在抢救当中，其中有一户在3楼的后侧发现3名罹难者。 是3位女生1大2小。民体头前已经扣封锁线，透天是2楼装造建筑，3楼是嵌铁皮。附近的厝边讲起火点疑似就伫咧3楼。厝主一家伙仔平常时甲厝边头尾感情真好，火警发生到现在，依然感觉真着惊。有听到蹦蹦蹦蹦，那玻璃好像忍受热这样子爆炸。你看下面都是玻璃呀、我们这样，我们不敢出去看，我怕会。 就危险了，我们先主要把这些机车什么都移掉，这样子啊。警方监视人员，也有消防火调人员，伫咧火场来回巡看，后续会厘清起火的原因，而且保车台中地检署办理司法相验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